新头家先来关心宜兰罗东有一间银楼，总是当着一个查甫人假做要来买金手指，结果一卡价值5万6的金手指摕出来，互伊试挂尔，这查甫人越头就随选去。头家娘是刷紧通报警察，伫咧半点钟内就抓到这个查甫人，也毋过这卡金手指恐惊是已经互伊当现金去啊。 店内监视器有翕到一个查甫人徛伫咧银楼柜台头前，头家娘提出5万6的金手指要互试挂，无想到讲这个查甫人才一个甲挂咧，人就随走去。头家娘随爬出柜台，撞出店门口，刷目睭金金，看对方开车旋意。他说可以可以赶开的嘛，然后他就跑了，就跑了，然后对，后来你就我就对跳出来了。 这个查甫人金手指摕到手，一路开车往宜兰市的方向。警方随出动哪吒通报专员的警察动员，锁定带有30岁姓吴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伫咧短短30分钟内，就伫咧宜兰市区掠到人，当场共制服。透过相关监视器画面，锁定犯嫌特征，并通报县内各分局拦截围捕。在警方跨区通力合作下，案发半小时内，宜兰分局即在宜兰市区内拦获无姓犯嫌。 虽然警察真紧就掠到人，不过迄卡金手指煞已经无去。警察对嫌犯的身躯顶有超出现金，无排除已经被卖掉。到底嫌犯是欠钱用，也是有其他的动机？目前警察正咧追查金手指的下落，嘛进一步来了解敢有共犯甲接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